台湾画家陈定波、李梅秋等人，伫1934年成立台洋美术协会，今年是第85届年展，拢总有100多件作品展出。协会希望透过这个展览，甲台湾画家的精神传承落去。这是画家张宏斌以台台文学做主题创作，进前大部分拢是画水彩，这届头摆用优惠参选到入选提奖。以阮正经的台大校园所看到的那个温室的迄个题材，作为一个背景，透过迄玻璃反射的状况，来探讨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利用光线黑暗的变化，青见见高一色的食物变甲活跳有生命力。另外，这把牵手是空军退休小校但很重的作品。伊自本就真爱画图，退休了后专心投入创作。我这画是想讲有迄个真卡迄个味，所以我想迄一个两个老夫妻明年要拜拜的情景，其实也是人生一个过程那只老了有个伴可以一直陪着你走，还是一种幸福啦。台洋美术展览今年是第85届，为即马开始伫国父纪念馆展出到5月初3，除了提供创作者舞台，嘛要培养新世代的艺术家。从第一届开始，都在选提拔很多年轻朋友，那么给予奖励。我想台湾美术师要了解的是，从台洋的发展可以看到。1934年由陈定波、廖继春、李梅秋、杨三龙等人创立的台洋美术协会，对本土艺术发展有正大帮助。协会表示会继续传承前辈画家，保守台湾的艺术精神。记者杨淑静、张若水台北报道。